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4月初1，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嘉义县的欢乐乡东连度假村昨暗大火烧，因为现场拢是柴起的建筑，一时啊规区就烧起来呀，火势真大，嘛看了真惊人。火伫半点钟内就拍花，加载无人伤亡。嘉义县东连度假村31暗先听到几多声爆炸的声音，尾仔就大火，火真大。嘉义县消防局总共出动5个分队、10台消防车，22位消防员加20位义消来拍火。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啊，那个办公室那边啊有存放英家果油，还有听到那个爆炸的声音，啵啵啵啵。我们就前面来那个极限火势。业者讲，唔知影导火原因是电线烧破电，还是天气伤过大扫。因估认为火正紧就被控制，未影响生命连假的营运。目前我们那个有受到少部分的第一个主窑区哈，还有我们这个农特产部这一部分哈。至于说我们的整个烤肉区跟大部分的主窑区跟木屋都不受到影响。导火所在伫个土窑区加卖农产品的所在，火烧着的面积差不多200平方公尺，无去影响到大数的所在。火伫个暗时11点30分拍花，导火原因也在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各地拢是好天烧落的天气，高温有32度。咱做伙来看温度。今日日是偶热，湿度嘛较悬，北部、东北部温有较高。北部的高温伫27度至29度，中南部的高温有32度。若拜5、拜6天气会愈来愈好。毋过清明连假后壁2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会转凉，低温会降到20度以下。伫高温的方面嘛，剩22度至23度。食方面的北部、东半部有局部低降雨，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伫今仔日西半部是到大雾，会影响能见度，乡亲赛车出门爱细致。对4月初6开始，中部一寡所在就要开始分区限水。台中市政府即马有开放6大水资源回收中心，提供予民众也有科技园区来使用。中科嘛表示讲，目前园区内底水的回收率有85%，若是回收水再利用，安尼欠水的影响就会变较细。民众排队来提水，这拢是来自水资源中心的再生水，虽袂使摕来啉或者是洗粉丝，不过是会使用来应付生活使用。现在这回收水，嘛成为科技园区抢相利用的水源之一。富士台中活水新力。台中市长罗秀燕甲中科的厂商签订用水契约，利用水资源中心的再生水，提供予工业以及科技产业来使用。罗秀燕表示，台中市有6个水资源回收中心，总计一天会使提供10.5万吨的再生水，成为开源之一。境内的厂商大量使用这些再生水，然后呢，他们就可以节约使用自来水，那省下的自来水呢，就可以提供民众来使用哈。15%的一个节水率来讲，我们应该是供体时间应该不至于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厂商的部分，他们也会来做一个最坏的一个打算，最坏的打算就是说制程可以做一个调整。中科管理局表示，虽然目前水情真严峻，不过各个厂商拢有上少2天的备源水，加上园区的用水回收率就有8%，其中敢若是油达就会使达到5%的回收率，减少制定的水资源浪费，互自来水会使使用伫民生的用途。不过到即马水情还是无乐观，水利署表示，还是要做好长期抗震的准备。展望4月，也许降雨是偏少的，分区轮流供水的这个准备的这个作业啊，我们密切的跟地方政府一起在合作，不管是从水车的调度，甚至来调度说国军来支援。水利署表示，希望将水库供水时程来预到5月底，嘛只是伫找浮流水以及水井等等的替代水源，利用速度来分区限水。市政府甲水公司嘛安排400个储水点，以及52个工地放流水来免费使用，希望使度过这次的限水。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该乡亲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先来看澎湖日报。4天的清明连假对明仔开始，拍算明仔高速公路会上盖塌，车流量要我过年的正月初1。
高公局讲，西部路南过到1点了后会较好行，若国道5号路南爱等到尾暗5点过才会较好行。若是要上北，西部的国道爱趁中昼进前，若国道5号是爱趁早起10点进前，车拢会较少。来看自由时报，将考试院长柯水德昨昏过身，食到91岁。柯水德做过高雄市长、台北市长、内政部长、考试院长，是前总统蒋经国所提拔的台湾精英，嘛互看作是前总统李登辉的新北。国民党有发表声明表示哀悼。来看中国时报，外送叫食的即马是真受少年家的介意。因阁有外送员送食的去国立中山大学的时，看到一个女大学生是手举枪来提，惊到唔知要安怎。后来伊就看到2只狗山出现咧上食的，才知影讲，这个女大学生是惊狗来抢。昨昏咱国内新增加6个对境外带病入境的案例。另外，疫情指挥中心是宣布讲，对4月初6开始，病院、诊所、所有人员，也阁有集中检疫所的工作人员，拢会使做 AG 的预防射。另外，咱台湾甲别流的旅游气泡，伫今仔日就要出发啦。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因会先伫机场做采检，万不利若有人验出是阳性的，安尼有可能是规团拢无法度出发。国内 AZ 疫苗注射将近2礼拜，注射人数只有12605人，遇到真早提升高感染风险族群的免疫保护力。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对4月7日开始开放职业登记医术人员、医疗院所非医术人员、集中检疫所人员等注射 AZ 疫苗，有高有22万外人应注。我们当然就从有需要的人来开放嘛。那有需要的没有打打的还没有打完的话那已经那个需要性没有跟上来，那我们就再开放往下，那逐步就会达到就是说想要打的人，那总是能够物尽其用嘛。另外，代表旅游泡泡首发团有7团100人报名，所有旅客早起9点会在桃园机场分别进行采检，确认核酸检验阴性，才获得通关坐飞机，采团进团出方式。若有团员验出阳性确诊，会马上来进行疫情调查，无排除一人流标，可能规团拢无到去路。万一在检验的时候有阳性的个案那就要立刻展开相关的疫调，那有些甚至是没有办法成团。另外，清明甲儿童节连续假期即要到啊，民众南来北往陪望，出来佚佗的机会增加。指挥中心提醒，因为爱落实秋冬的防疫专案各项做法，亲像户外风景区、游乐园、夜市这些公共集会场所，业者必须采取人数总量的管制。民众出入8大类的公共场所时，应该挂水暗。若口劝不爱听，上悬应罚15000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别流的总统惠淑仁昨昏规工拢伫咱的南部参观访问，对咱台湾的养殖渔业，伊是感觉真有兴趣，望讲会当引进咱台湾的技术去别流。伊嘛有甲高雄市长陈其迈见面，陈其迈是表示惠淑仁有当面邀请伊去别流畅水，嘛有讲到要建造姊妹仔市的基地。一只搁一只龙虾真大只，互别流总统惠淑仁看甲真认真。来到高雄永汉区的水产公司，业者向别流参访团一行人来说明本土引进海水饲龙虾的方式。惠淑仁讲，希望能缔结虾盘的关系。那他今天非常高兴能够来到这边，看到我们台湾的这些新的科技，让我们台湾的这些高科技能够导引到帛琉去，让他们那边的海鲜渔产的这个生产也能够永续的发展。惠淑仁伫身体衫外口，还佫套着西装的外套，对着即摆行程表达重视。外交部长吴钊燮也陪同参访。伊讲到即摆开启代表旅游泡泡虽然不满，但佮部分的行程比即期有保留。惠淑仁强调，一切按照防疫的规定，但佮绝对无限制。There is no restriction of where all the tourism sites that were open before COVID are still open now. So you'll be able to see everything that you were able to see before. It's just that you have to be in a group. T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你随后别流参访团一行人来到高雄，甲市长陈其迈斗阵食中昼。虽然行程无公开，不过会后陈其迈表示，惠淑仁表达会出席代表友好，也对甲科罗州缔结姊妹市是乐见其成。他说，希望我有空的话去的话，他要带我去走走，促成台帛之间的友好的，不管在文化。旅游还有农业各方面的一些交流
随后，回溯林也来到坚定区的游艇工厂，也登上这架准备销往美国的游艇。回溯林表示，家己的薪水实在是买袂起，不过却是向业者表达，希望协助兴建码头的基础的设施的想法。回溯林也在4月7日地旅游首发团到店登记别流。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总会关心即马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也搁咧传。即马伫全世界确定病例已经超过1.2900万例，死亡人数有281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例，目前计共1030例。中国的病例有9万多例，香港超过11000例，伫日本是超过46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疫情上严重的前3名是美国、巴西甲印度。美国已经超过3100万例，伫巴西是超过1260万例，印度超过121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超过435万例，伫法国是超过460万例。虽讲全世界预防车咧做啊，不过欧洲的疫情并无乐观。法国是宣布要进入第3摆的全国封锁，那匈牙利是虽讲大规模有咧做预防车，不过致病死亡的人数嘛是日头咧增加。那德国受疫情影响，西部城市要开始封锁。做伙来看欧洲疫情的综合报道。伫法国北部的亚眠，也是总统马克宏出席受教育的所在。这间病加护病房的16顶病床，全部倒满新冠病毒的患者。目前全国已经10万人感染病毒死亡。马克宏想要一边防疫，一边维持国家开放来保全经济目标，就要放弃。30日宣布4月初3开始，全国第3遍封锁1个月，学校关3礼拜，尽量伫咧厝内工作，大都市的店拢关起来。Du variant qui risque de nous faire perdre le contrôle si nous ne bougeons pas. Retenez un chiffre, 44% des patients en réanimation ont aujourd'hui moins de 65. 法国自3月18开始封锁部分地区宵禁，来自英国的变种病毒是继续伫咧传，有风险做袂好，大规模自3个月以来，全国自回人只敢拿12%。Je sais qu'à chaque étape de cette épidémie, nous pourrions nous dire que nous aurions pu faire mieux et que nous avons commis des erreurs. Tout cela est vrai, et nous nous sommes à chaque fois améliorés. 匈牙利伫咧30日一天就新增加感染死亡302例，是疫情以来新高。匈牙利也是世界上每100万人每礼拜死亡率上悬的国家。匈牙利为了要减少感染、断气加死亡人数，实施新的封锁措施已经第4礼拜，而且也阁是全欧盟注射率上悬的国家。第30，全国做过有风险的人已经超过200万，不过又还无法度控制疫情，医疗体系压力真大。另外，德国为了要控制疫情，甲被通往科隆大教堂对面的内因大都封起来，主要是因为即马春天啊，天气若好，民众会想要出门行行咧，国家上复活节相关活动，惊讲大家无法度保持社交距离。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为着要防止亲像即摆疫情大流行，有23个国家的头人做伙联署，打算要对 WTO 抑个欧盟要求制定新的国际卫生条约。不过美国、中国、诺西亚并无参加。另外 ，WTO 已经公布去中国调查病毒源头的报告，不过欧美有14个国家拢质疑这份报告的正确性，连秘书长谭德赛嘛防积极参与。新冠肺炎爆发到今，造成1.2亿人得病，死亡人数突破280万。为了避免未来阁有类似全球大流行发生，23个领袖联署将甲世卫组织参欧盟高峰会，共同制定新的国际卫生条约，让未来各国会当共享资源、疫苗，甲展开医学上的合作。The time to act is now. The world cannot afford to wait until the pandemic is over to start planning for the next one. Through this treaty, our main goal is to foster a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better predict, prevent, and respond to pandemics. 条约草案有计伫今年5月世卫大会上提出，将为即马国际公卫协议范围之下发展。只不过上早出现疫情的中国，甲目前得病人数上侪美国，拢无加入联署。We do have some concerns primarily about the timing and launching into negotiations for a new treaty right now, and we believe that could divert attention away from substantive issues. 另外，世界卫生组织第30公布专家团队顶日起中国武汉的病毒溯源调查结果，独立专家小组初步研判病源真可能是为微博。
经过其他中间宿主传染互人，也不排除是直接传染。也毋过为实验室调过以后，出的可能性真低。We are looking at the start in and around Wuhan and moving backwards, trying to find out how it came there and whether it came from another part of China or elsewhere. That will depend on the further studies. 调查亲像无重大突破，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认为，中国政府并无提供完整的数据是一大问题，罕见的甲中国无共意见。就连包括美国、澳洲、加拿大甲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认为研究拖伤久，这期过程可能逢干预要求展开2阶段调查。对此，中国回应，病毒溯源问题无应该逢政治化，那么这会破坏全球抗疫的拍拼。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媒体曝光，巴尔的摩一间做预防射的工人，甲 AZ 甲胶生2款预防射的原料武唔对起，造成胶生即卖有1500万吨的预防射爱报销，国务长爱暂停出货。美国总统拜登宣布要推动基础建设计划，要编新台票65条，未来要加强对中国竞争，嘛要提关扣企业税。来看中型大只货轮进行调治苏伊士运河扩大要1礼拜，运河即马通啊，嘛开始咧调查原因，嘛咧讲赔偿的代志。运河的损失大约是10亿美金，算是新台票288亿。进前中国禁止咱台湾往来进口，是讲咱的往来有白糖还孤神。中国国台办昨昏专工提出相片，证明讲因毋是咧捕捞台湾。也毋过咱行政长苏贞昌表示，国台办敢若用一张相片，袂使当作证据。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嘛批评讲，这是检疫的问题，所以呼吁中国爱登去检疫合作平台，做伙参详同齐解决。中国单方面宣布台湾往来输入，讲着白孤神这个争论也被收煞。31国台办召开记者会，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大动作提出一张往来海棠放大的相片，讲做14批台湾往来验出有3种变糖害。回应农委会讲无相关的科学证据。这个是菠萝上面的小虫子，这个是放大50倍之后的，拔腔黑眼盾介有14匹。桩件件都是有据可查的。如果民进党当局够担当的话，就应该切实的负起监管的责任，而不要再搞什么政治操弄。光一张照片不足为凭，为什么只有中国的出现这个问题？国台办表示，去年有甲台湾通报，拢总有28批台湾往来无合格。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下晡原来提出通报记录来回应。去年咱方敢若收到13件无合格的通报，也强调退回的往来完全无验出地着白孤神。我觉得不是用所谓的国台办的新闻对外这样的一个喊话，而是要透过我们这样的两岸的动植物防疫的管道，甚至被他退运的凤梨完全没有这一个所谓的拔洽黑盾猿的这个介壳虫。中国那边到底有没有？这也是一个问号啊。那如果他们也有的话，照国际的标准是不能够把它当作叫做检疫有害生物。陈吉仲再次声明，往来地着白孤神病是风险的议题，爱用国际规范来解决。呼吁中国爱赶紧以两化农产品检疫检验合作平台来进行相关的咨询，找出解决检疫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咱台湾甲秘鲁的旅游气泡计划今仔日起过，头一团伫今仔日要出发，早起9点的时，大家已经到机场，先分配逐团做采检。检验的结果按算伫下晡1点进前会出来，旅客就当摕到检验报告。若回程机班按算是下晡2点半要出发，伫秘鲁当地时间下暗7点20分会飞到秘鲁，伫4月7日下暗会阁飞转来咱台湾。这是收到上新的消息。做伙关心中华职棒昨暗伫北台湾2个所在相战，富邦悍将伫新庄球场以5-3拍赢中信兄弟。若伫桃园球场，这个比赛是魏全龙一路拢赢，不过一直到第9局的下半场红逆转，乐天以3-2赢魏全龙。这一球打出去，掌握了，再见，比赛结束。林胜辉伫咧第9局讲出再见安打，互乐天摕到这场比赛胜利。
不过这场伫咧桃园球场的两员之战，伫第8局进前一直拢是未全领先。这球打出去，游击方向挡下来，那就看有没有 double play 的机会。好，有收获。这粒游击方向的高地球变做上杀打，不过也是甲三垒队友送大，魏全龙伫第3局先提分。后一局赫雷拉用球棒甲大家讲，伊是西洋大炮。哎呦！结果这个球中间方向看着球，似乎是留不住了，是他的第2轰啊！赫雷拉攻出中华甲杨春炮，和魏全龙扩大领先到2-0。这粒用倒手攻出红骨人是这季第2轰，也是中职史上第11位用正手倒手拢捌红骨人的选手。所来提分的是主场的乐天。哦，直接跑了。那现在起跑的是 OK。哇，有漏到后面去。公传带林立开始倒垒，这球过到中华遐，传登来三垒时阵才无着，林立就自一垒直接走登来本垒，乐天拍破2-2摕到1分，2-1的比数就一直挡到第9局下半局。乐天进攻，魏全龙的日本籍终结者田泽纯一来台湾第一遍破功，一局互人攻出4支安打，6-2分，是第一遍救援失败甲败投。另外，伫新庄球场的比赛，富邦的王敬东伫咧第4局攻出3分炮。哇，这球扎实，右那边的飞球，右外野手下队，3垒比哦！这粒3分炮是王敬东这季第3轰，那互富邦上尾5-3拍败中信兄弟，也互伊获选成这单场的 MVP。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中天新闻台，伫嘛离开52台已经要4个月。NCC 伫昨昏宣布讲，通过15间有线电视系统业者的申请，甲条件同意华视新闻资讯台会使放伫52台。上紧伫4月初，全国1/4的有线电视台伫52台会当看到华视的新闻。那个华视可以上到这15家有线电视系统的52频位哦。原本是由中天新闻的52频道，为去年12月12日康平到即嘛，外团一寡新闻媒体拢想要治。最近4个月后 ，NCC 第3日宣布，通过15间系统业者的申请，是由华视新闻资讯台正式提到。中嘉等15家的有线电视系统的那个基本频道的规划及属性变更哦，增加197人哦，那未来会增加到400人左右。要增加广告收入、新媒体的收入，也要争取公部门的澳元。NCC 说明，华视答应伫这个案通过了后，会递交营运计划变更。若是外界质疑非华视不可，也佫传出讲逼系统台贴台视的申请。发言人洪必总讲 ，NCC 敢若被动审查权，无权力指定特定频道。这个都是揣测。有线电视系统既然它已经递件到本会，按照有广法29条3项规定递件到本会的话，我们就依法来审议。确定摕到52频道了后，华视也临时召开记者会，对外说明未来的财务甲人力情报计划，会以阶段性方式来找人才，预估3年内会将人员补齐。人力跟资本密集，这是一个媒体最重要的2个要素。如果没有人才，我们不可能做好新闻。我们评估是比较保守的。所以，对于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认为的规划，我们是有信心达成的。希望优质的新闻能够进驻新闻频道的区块，让大家有机会在每日新闻这个24小时不间断的提供我们优质的公广新闻服务。依照流程，系统台收到许可函了后，会先移过5天才开始。不过因为许可函都要听后礼拜的会议记录确认，一定上紧到4月中，就会当伫52频道看到华视。但是同款要摕52频道的台视，是发表声明讲，北岛全国顶9间系统业者以及台固系统拢申请台视新闻移频，目前拢还未排入审核，希望 NCC 也当进行处理。记者综合报道。那台大新闻研究所前所长彭文正等一寡人，伫2019年公开质疑讲总统蔡英文是假博士，落尾去互总统复告。台北地检署依照加重诽谤罪，甲彭文正起诉。台大新研所前所长彭文正、台大法律系名誉教授何德芬，也甲美国北开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林焕强，2019年指控总统蔡英文学历假报，引起极大的不安。
蔡总统委托律师向台北地检署提出告诉，台北地检署得到证据，认定总统的伦敦政经学院博士论文甲学位拢是真的。但是何德芬、林焕祥有针对总统的博士文凭尽查证义务，无构成妨害名誉，将两个人无起诉。敢若批文证依照加重诽谤罪被起诉。经检察官透过司法互助向伦敦政经学院查询后，应认彭姓教授侵害蔡总统之名誉及社会评价，设有刑法加重诽谤罪嫌。检察官认为批文证伫总统提供博士文凭这个证明，也是故意曲解事情，为了保家己的冤仇，同时为了家己的 YouTube 频道充关订阅加点阅率，增加收益。录节目诋毁总统，也伫面册批评总统，所以依照加重诽谤罪起诉批文证。批文证被起诉进前，也搁持续伫节目一再质疑总统的学历是假报的。我们跟蔡同学的这一场司法跟这个体系之战，还要再扭打一阵子。可是我跟各位同学报告，不是夜里吹口哨，我们一定赢。我跟大家说，大概有70%的证据我们都还没有拿出来。作弊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在节目中一直讲总统论文的真假，批文证阁改写歌词，考测总统。针对台北地检署起诉批文证这件代志，总统府回应讲尊重司法，无评论个案，互要外界莫受到假信息的误导，也莫乌白传。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做伙关心台北捷运，昨昏又阁收到恐吓批，内容是讲要炸刀啊去龙山寺徛往来，而且嘛讲要驶车去弄总统府。警方即马当地追查嫌犯，嘛会加强巡逻。这款的恐吓案，伫顶个月3月份已经收到4件。警员伫捷运龙山寺站内一直巡逻，因为台北捷运31早起接到恐吓电子邮件，内容表明对境内政局不满，呛声要炸刀啊伫龙山寺站内徛往来车人遮，并且伫3天内开车冲入总统府。获报后，立即通知线上警力加强龙山寺巡逻以及暂停守望，通报辖区中正第1分局，加强各机关安全维护，并转知国安、宪兵各单位加强总统府安全维护。事实上，8节先是伫10日发生固定站恐吓案，13阁有一名少年甲父亲冤家了后，竟然用父亲的名义传恐吓信息给8节。有个大白拿站会爆炸，15阁接到一名查甫人的恐吓电话，讲要伫中山地下街的超商引起爆炸。3案拢互警方真紧侦破，包括出案3回间都有4件恐吓案，互乘客真烦恼。现在捷运站警察还是很多，然后可是还是会有点怕，因为如果他是真的的话，就是还是会对人身造成危险。我咧看感觉唔好啦，举刀啊落内底要抬生鸡要抬啥？迄无好啦，举刀啊落捷运内底敢好？警方强调，8节逐工会运输旅客达到100万人次，才会成为想要制造惊吓的人的目标。也强调，民众若讲随意恐吓8节，危害公安，会违反刑法的恐吓公众罪，相当判刑2年。目前当积极追查恐吓批的来源，尽速将恐吓者逮捕到案。记者综合报道。金门酒厂最近咧做活动，讲要伫每一间大学拣一个学生来推销烧酒，做金门酒厂的品牌大赛。有立委就批评讲，叫大学生来推销烧酒，安尼刚好。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伊并无支持这款活动。国建署嘛讲，这款行为已经违反分酒管理法，相当会同罚款50万。金酒新世界。金门高粱酒的好，一定要有少年人知影。这是2句话，是最近金酒深耕少年族群的品牌理念。为着拍入少年消费市场，金酒锁定全国大专校院，并且伫官方网站公开定选校园大赛。而且每校爱选出1名金酒品牌大赛，任期1年。唔但会免费啉酒，要有专业品评教学课程，也过锁定对象是大学生，引发争议。可是他们到校园里头来找学生，在校园帮忙做酒促。那我们要深入了解，但是教育部立场绝对是不鼓励，更不支持。不过大学生反映是2款，部分大学生认为，即要达到法定的年龄啉酒并无违法。对着担任品牌校园大赛，意愿是真悬。不过多数大学生认为，学校无适合出售酒精的饮料。
法定年龄18岁以上就可以喝，那没有代表学生就不能喝酒这样。像学校的便利商店也都没有卖烟，也没有卖酒，就是学校是有意要杜绝这些东西的，不太合适。严国卫福部国健署表示，最近未成年的人啉酒率反倒当上升。大学校找品牌大赛活动已经涉嫌违反《分酒管理法》第37条的规定，袂使鼓励也是提倡啉酒，相当罚50万块罚款。金酒这次推校园的宣传大使疑似涉及违反《烟酒管理法》37条以下2款，烟酒的广告及促销呢，不得有鼓励饮酒的行为。金门酒厂是发声明稿表示，校园大赛竞选活动主要是要推广理性的啉酒、正确品酒的观念。校园大赛也未选出来，也伫咧评选的阶段中。不过，主管机关财政部表示，金门酒厂除了必须注意是不是违反分酒管理法，若是学校内底有未满18岁学生强行违反利消法，相当罚10万块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那大学的个人申请第一阶段筛选的结果昨天公布，今年通过率是80.4%，创下3档来新高。学校加强学生去面试这款情形已经减真侪。是毋是会当以个人申请提早成为大学生哩？高中生都要先看学历测验的成绩，是毋是会当通过申请校系所设的条件？竞选会统计，今年85422个人报名，68682个人通过筛选，通过率是80.4%，创下3年的新高。以选填校系数来看，每一个考生上侪当选填6个系，去年每一个考生平均申请5.55个，今年是5.59个系。就刚最后一届，他们会有那种对未来考招制度的一个忧虑，所以他们的确是有可能会填一些以前不一定会去填的科系，来增加他通过的比率。据考讲，最后一年无想要停课，高中老师观察，比较往年学生有真侪拢加填保险稳贵的系，今年数学是较难，满积分的人数大减少，再加上招联会去年开始新增加分科筛选，超台大幅下降，啊，不过竞争激烈的医学系，11个自费医学系9个学校超额筛选，台北医学大学医学系超台117个人上济。做分科筛的时候呢，那么如果科目不是那么多的话，那么可能就会产生这种情况。多筛了100多个人，那他有没有办法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那按照我们去年的经验的话，那应该北医是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这样的一个问题。学历测验难度增加，真侪科5票下降。台大医学系有考生4科59积分跳过筛选，是最近4年来头一遍有非满积分考生过关。啊，不过无论如何，通过第一阶段筛选，也有第二阶段的面试甲笔试的考验。5月中下旬才会当知影讲是毋是有录取。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上头，咱来去屏东。屏东潮州有一个收藏高人，伊自细汉就真介意收一寡古早物，也有囡仔耍。这几当伊退休啊，嘛甲引导去做古物博物馆，希望用这款方式来行销故乡，嘛展现古早物的价值。这个还是比较小型的。除了早时的翕相机、饮料罐仔、甲脚踏车，阁有各种的册包、留声机等等。家己收藏的老校长，自细汉就收集真侪古物甲囡仔耍。退休以后，伊转到潮州，甲徛家打造做一个古物博物馆。希望会当甲大家分享伊的收藏。对铜碗很有记忆，渐渐的把这里就开辟成一个是类似有古玩店、铜碗店、干妈店这种概念出来，这样。很多是古早的玩具啊，然后还有那个零食，非常的特别，而且那个留声机应该现在非常非常少见，就是可以来这边可以挖宝，我觉得是潮州一个很不错的亮点。老校长讲。希望透过分享的理念，和潮州会当有一个所在，通看见台湾在地文化甲特色，也提供一个平台，和一寡和伊同款的收藏家会当互相交流。刚好又有对这个有兴趣，就把一些我们可能以前比较台湾纯粹的台湾的文化放在这边，让人家参观啊，甚至让人家来共享去玩啊，这样。这个特别的古物博物馆是在城人目。唔但吸引各地民众来参观探访，阁有人会专工来点名，伫网络顶悬刊文分享。老校长也强调，伊会以爱分享的心情继续收藏落去。记者综合报道。那新兴障碍艺术家黄立安，伊的人生拄撞车祸是导癌，才会不幸的代志。也毋过伊投入画图，甲伊的艰苦甲心情画出来，嘛透过画图鼓舞人心。
这部作品叫做《我没有食到了，我无食到啊》，是由身心障碍的艺术家黄丽安伫食道癌做手术了后画自画像。这幅图是伊失去食道、接受命运创治的心情，也为伊的生命经过做一个记录。就是拉到，因为食道切掉，才拉到胃，拉到食道这里，所以你会看到没有胃。那时候为了这个，因为要万死啊，所以我很痛苦啦。我都在家里画画，我的画画哈，就把那种痛苦的那个就忘记了，因为我专注在我的画画当中。3岁就得小儿麻痹的黄丽安，自细汉就有咧学画图，不过一开始伊并无行艺术这条路。10多年前，伊因为车祸受伤，搁得食道癌，后来又搁失去头路，正实是无米咸论过。不过黄丽安因安尼注心画图，创办台中身心障碍艺术发展协会，免费教画图来鼓励其他的患者。所以说，我现在在社会局，我在教那身心障碍者，我就很了解他们的需要。当我在画画看到他们这样的表现，我就会看到以前我就跟他一样，以前我是这样子啊，那你会更容易去跟他们，就是说会心灵相通了。黄丽安的作品唔但鼓舞伊搁再向前，也鼓励其他拄长不幸的艰苦人。虽然春天无久长，总是阮若拍开心内的门，就会看见五彩的春光。记者综合报道。虽讲屏东的人口逐年咧减，也毋过潮州这2-3冬的户口数量颠倒是增加，人口嘛一起无降。去年阁成做屏东第2大行政区，少年人愿意返来故乡，也是对外县市搬来遮住。公所表示，主要是交通利便，大型的公共建设拢有咧做，所以哪来哪发展的缘故。潮州市区这间民宿看起来真舒适，阁有专门予爸母带囡仔来住的亲子房。头家就是这对翁仔某，4年前翁婿辞掉南科的头路，才带牵手返来故乡创业。以前旅客来潮州只是食一碗小冷面就离开啊。我希望讲伫潮州做一个较温馨的民宿，会使予旅客住一暝啊。张淑如是高雄人，伊对翁婿经营民宿，嘛看到这几冬潮州的发展无共款。例如说，介侪连锁进驻，介侪年轻人返乡创业，返来故乡潮州定居的，阁有伊。杨淑玲本地嫁去中部，伊伫7年前返来接手老爸餐厅，后来因翁嘛做伙搬返来潮州住。我嘛有学姐返来伫小冷冰遐，也咧卖鸭翅。嘛有同学自己开了一个泡芙手工的，很多的朋友在这2-3年真的回来的很多。哪来哪济北漂的青年返来，所以即马伫潮州透天厝一间一间起，阁有袂少公共建设，观光旅客嘛变多。虽然屏东各乡镇人口一直落，潮州的户数却增加。去年出生的红婴仔嘛较济，潮州拢维持伫54000人。外来的人拄好补，才会往生的前辈啦。伊就表示讲，每一年拢有200几个迁入来潮州。有可能少年家囡仔伊临时要来高雄创业的时阵，伊伫遐买厝买袂起，有可能你来选择潮州。你有8巴方便，半点钟、40分钟就当到。你有火车方便，你食头路拢无问题吼。王建元认为，潮州厝价虽然有起，也是比高雄市、屏东市俗。上重要的是交通利便，民间愿意投资，自然吸引少年人来定居。所以，即马县府争取高铁延伸，嘛是希望交通利便会当抢救屏东人口的问题。期待中央就是能够提出一个完整的一个鼓励生育的政策也好，或者是怎么让大家能够就是安家立业的政策也好，我想这个都是可以中央如果能够让全国一致，不会因为是偏乡的关系，那我们的就业机会就比较少。对咱南部来讲其实上根本的问题主要是咱的工课机会甲规个产业的转型其实这个部分莫搁重北轻南那这个部分政府爱用
上骨力的做法，规个来做一个标准。少子化趋势之下，地方拢咧拼抢人。学者建议中央爱用行政院的管道，成立专门办公室，整合各部会，解决台湾目前的人口危机。记者邓亚文来为做屏东报道。新闻消息来关心，根据调查，咱全台湾学生囡仔体重无下标准的，受重的受轻的计共占35%。有民间团体加入为第二冬节进程，呼吁中央赶紧立一个学校食食营养促进法，增加学校内底营养师的人数。菜色、肉、甲饭，全台湾逐工供应卖180万份的营养午餐。不过食食敢有够营养呢？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指出，全台湾干达538位营养师，平均一个人爱过3000外个囡仔，而且国内囡仔的体重过重的比率占约27%，认为台湾得爱赶紧制定学校饮食营养的促进法。各地的这个定价的合理化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很多学校已经努力的采取有利标，可是还是有很多学校是采最低标，那也就是会用那个17块钱来当做一餐的食材费，这样的现象是出现的。民间团体和立委批评台湾伫咧2002年就制定学生卫生法到达18年啊，不过并无针对学校提供食食的卫生管理方面定相关的规范。全台湾体型和健康无下标准的学生已经占全国学生的35%。因认为中央得爱下修营养师的门槛，增加人力。全国3900间国中小学呢，它现在目前是只有497位的公职营养师，等于一个营养师呢，他必须平均要照顾到8所的学校。原来的40班设一个营养师，可以把它调整，20班就应该要设一个营养师。教育部国教师也回应，即阵高中及以下学校遵照学校卫生法，计共得请481位营养师，实际上请的是超过这个量，有538人。不过国教无法度降低营养师负责的班数，这牵涉员工人数的总量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有关爱和地方政府沟通，取得共识。记者民警郑派文台北报道。关心囡仔嘛，关心老人。根据统计，新竹县有74000多个65岁以上的时代，其中有800个人是家己一个人住。为了要确保因的安全，县政府即马甲保全公司合作，运用智慧科技定位系统，提供予一个人住的时段有24点钟的救援服务。紧急状况发生！紧急状况发生！运动到一半，人雄雄无爽快，起去对手表顶悬的救命铃起落去。无论人在倒位，另外一边的保全公司连夜会当透过定位装置，通知救护人员来到3工。未来这款系统会当免钱提供新竹县内低收入户独居的时代，比较安心。怎么说？有时候那个机器很好用啊，有没有机器心情不好的时候，一按下的时候，马上就联络到啊。老人家在之前他要有人来照顾，那之后要有人来陪伴。好，我想这些部分是我们继续会用我们的一些方式哈，就是联合这样的一个科技。那更重要是长久去陪伴这个老人家。除了有 GPS 手表，厝内嘛有这款紧急救援设备，用红外线的方式侦测时代活动的情形，避免时代万不幸发生意外，煞无人知。以前的机台都要早晚去按，来回报自己的安全。那目前我们升级之后，用红外线感应，然后来给这个侦测他们有没有移动。那有的话就不需要再通报了。所以我们目前就是画一个被动作为主动这样子。平常时，社工人员嘛定期去甲独居的时代斗3工，关心因的健康状况。即马透过科技的进步，希望会使大大减少社工人员的负担。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台北国际册展因为疫情的关系，这2档拢停办。原本要伫册展内底展出的公民册区，对伫4月7日进前，会伫上山文创园区做展览。计共有400外间出版社、28个 NGO 组织，也有独立册店伫参加。台北国际册展为2017年开始，由独立出版社、独立册店和 NGO 团体做伙合作，杀出公民册区，展出多元创新有台湾精神的出版品。今年台北国际册展搁再因为疫情取消，但公民册区的团体特别把展出内容刷到上山文创园区的5号仓库，为4月7日展出到7日免费入场。
所以我们这次就分了4区，一区是独立出版，一区是独立书店，然后一区是 NGO 组织，他们的一些很多团体集合在一起呈现这样，然后另外一区就是独立摊位，有一些大块文化、书林、Remove 电子书，然后还找了2个小的饮食摊。老者表示，主办册展以来，都是尽量想要好内容活泼精彩，所以这边公民册展的规划，除了有册通看，嘛有实物，阁有讨论各种社会议题讲座。有推出两个作品，一个是讲难民的，就是没朋友只有3。马鲁斯岛狱中杂记，那这本册是住在伊拉克的一个记者，他逃离了伊拉克，逃离自己的国家，马鲁斯岛还有一个难民营，所以伊故事就是讲伊的逃离的过程，甲迄难民营的状况安尼。除了台湾主题讲座讨论，嘛有 NGO 团体举办的真人图书馆，就是 NGO 团体会有真人在现场，有1个小时的时段。然后你可以去跟他讨论，哎，你这个团体在做什么事情，在讨论，在倡议什么样的重点议题，都可以在面对面的交流的时候得到一个回答。公民册区其实是为2011年由老者刘祖华和陈夏明合作的读字去旅行所衍生出来。为原本干那独立出版社，后来加入独立册店 NGO 团体，规模哪来哪大。今年嘛拄好是公民册展的10周年，主办单位邀请民众趁连续假期做回来踅册展，享受甲读的乐趣。记者杨淑静、曾慧文、谢桂林台北报道。真侪人介意走表，也毋过走表较上脚头虎，若是有血，走健电脑较适合。这项运动需要手提亲像咧爬山用的拐仔来辅助，现处时伫国外是真时行。甲乡亲咱做来去澳洲看卖。伫咧公园先做暖身操，大家摕着这种健行拐仔，伫普雷特换下了，大步向前行。Big push out behind, big stretch out, open your chest, push behind, let go of those poles. 而这种看起来敢若是爬山拐仔的健行运动，是源自芬兰等北欧国家。伫冬天西洋的季节，军事运动员甲军队就会用这种健行拐仔练体力。甲爬山拐仔无同的是，这种拐仔手环的所在有设计一个套环，互你的手敢若变做较长。骑的时阵，面声出来就当下更加大步训练肌肉。The poles give them stability. The poles actually push you up, so it opens your chest and maintains that lovely posture. 来自澳洲伫咧做专业治疗师的普瑞特，6年前自入内化引进这项北欧式的健行运动，迄当阵只敢若6个人参加，怎么参加的人愈来愈多。伊的好处是比走较袂伤脚头虎，佮比行会当消耗更加侪力量，正适合中年人。I've had a real interest in maintaining my fitness, but as you get older, you get ailments, and so I'm conscious of the impact on my lower body. I'm a big guy. 不是灰色出兵选手的个人有德，伊的连骨加关节拢捌受伤。这种北欧式的健行会当互伊继续保持活力。另外，要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用这来做复健。普瑞特建议，想要伫咧50岁以后有健康的人生，会当试看这种北欧式的健行。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美国太空公司 SpaceX 前几天伫试飞动行火箭的时，资本叫是已经顺利飞出去啊，也毋过伫落落来时却汹汹爆炸。SpaceX 的执行长即马伫网络表示，因会甲火箭的碎片摕来做检验，来了解失败原因。4, 3, 2, 1。随着倒算时间，火箭爆出火光了后开始升空。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伫当地37倍青蓝 SN11 动型火箭一开始火箭成功往顶边升空达到10公里远，也一度关掉引擎，规过程拢透过网络直播。T plus 2 minutes 21 seconds. You can see we have shut down the first of the 3 engines on time as planned. 也毋过，伫降落过程时间进行到5分46秒，看到引擎准备点火，画面突然停起来。根据控制中心人员解释，是火箭伫降落到一半突然爆炸，致使镜头停止。根据外国媒体报道，青蓝 SN11 原本有定伫当地29起飞，却临时改期到30伫德州发射。这是 SpaceX
第4摆进行会议前试射，顶一摆试飞是初3的青蓝 SN10 关岛，拢甲前2摆同款，达到10公里远。也毋过会议前 QT 成功降落了后，伫地面导火爆炸，到当还未找出导火原因。专家根据影片分析，推测可能是因为硬落地过加往外射才致使爆炸。执行长马斯克随后伫社群网站推特大文指出，伫升空的时，就有一个引力出问题，将会检验会议前残骸来判断降落失败的原因。除了 SpaceX 威丁银河公司旗下上新的太空船，也头一摆出现有计将伫新墨西哥州的沙漠起飞。With this being the first spaceship of the Virgin Galactic Spaceship 3 class of vehicle, I can't wait to see Imagine flying. The spaceship is going to start ground testing first, and then it will start with its test flight program in the summer. 这架太空船的外表是由镜面材料制造，兼顾外形美观的同时，也会当保护太空船的电力系统。威丁集团研发的太空船目前已经伫2018年年底到去年6月2摆成功达到太空目的高度，也会当赶紧发展出将乘客甲研究人员送上太空旅游甲研究的技术。公司新闻电视同报道。社会关心今仔日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28度；中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0度；南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32度；东部温度上低23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6度至28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将请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